早晨，歡迎嚟到 SCG Shooter 嘅 channel。今日嚟同大家睇一睇呢條嚟自 BBT 嘅 ISO 56鋼煲，而家已經裝咗喺呢支嶄新嘅 ISO 56入邊啦。首先呢條煲佢有一個好清脆悅耳嘅聲音，每一下掹雞都可以感受到悅耳嘅金屬碰撞聲。即刻同大家試一試呢一條煲打落去係咩感覺？好啦，咁啊試打完呢條煲呢，係發覺佢有一個好實淨嘅撞擊感覺。每開一槍呢，都可以感受到入邊條煲嘅震動。成支槍打落去感覺呢，係實淨咗好多嘅。咁啊打槍嘅趣味呢，亦都哇正咗相當之多。咁呢條煲絕對係每一個玩 ISO 56師兄需要有嘅升級小零件嚟嘅。咁呢條煲呢，而家已經到咗 Shooter 門市㗎啦。有興趣嘅即刻落嚟睇睇佢，幫你支外槍升級。講住咁多先，再見。